点从前，我有3个仙女哦。有一天下凡来到人间佚佗，要去找一个听讲平常时啊无爱哭喙手的人，结果找到伊了后，惊一跳，想讲啊，听讲你平常时啊无爱哭喙手，今日谁那有哭喙手安尼？迄个人哦，迄个人讲，因为今日要出门两栖。大家好，3位仙女好。讲遮明天你佫听袂出。哦，熟悉我人拢知影吼，我拜1到拜5就无啥爱哭喙手啦吼，何况今天是礼拜天。哦。刚才茶叙时间有遇到杰敏我说我上半场听得很感动，我有4个字那个感想我现在讲那4个字就是仙乐飘飘，有无？我请鼓励一下好不好？我请守候咱现场这3位仙女谢谢。我今晚来为大家念这首诗台中讲。树啊，悬悬低低，亲像咧藏囡仔时阵的愿望，美小嘴，花蕊青春美丽，悠然咧思念旧年的迄只风吹。草埔家己坐好势，看天顶的云，温温海过。日月潭伫水面，点点听船头白喙手的少年，安怎甲船尾30年的牵手，轻声细语。